大家我係剪好多片嘅，咁啊超過幾百條噶啦，因為我之前 AI Bunny 嗰個 channel 同埋而家 Lion 呢度都剪咗廿幾條片，我係請同事做嘅。咁呢個會係即係我哋人類係需要成本啦、時間啦，咁啊校錯啦咁樣，因為做條片咧係需要做個封面圖啦，跟住要剪咗啲 dead air 啦、啦，跟住要將佢 upload 啦咁樣。咁其實呢度都幾花時間嘅。咁但係我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呢個 Palmy 啊，佢係一個 AI 剪片嘅工具。咁而家做緊 discount 咧，都係講緊29蚊美金，即係200鬆少少啦港紙。佢就5000個 credit， 咁呢度自行 download 就得啦。咁就係咁樣嘅，入咗去。咁我俾大家睇下佢幾錢啊？譬如我呢一度，我係嗰條原片係咁嘅，有 dead air 啦，變下聲咁樣。跟住2分幾鐘啦，譬如啲啊咁樣，有陣時食螺絲啊，重複咗啊咁就咁樣嘅，全部佢即係同佢叫佢做嘢傾偈嘅，佢就會做得到。而家係做呢個語音生成，咁啊呢個語音生成咧，你可以打入你嘅文字，跟住自己就可以去轉為一或者質量啦，數字越高佢就佢呢度做埋字幕，咁啊擺好晒位，咁樣就成事。成件事咁樣做咧，都係講緊佢有250個積分免費嘅。我呢條片2分幾鐘啦，佢搞好晒，都係60個積分，因為我仲用咗其他少少啦。咁60個積分即係1蚊港紙，大概22個積分，即係用我3蚊，3蚊可以做到呢樣嘢，真係不得了。咁咧，我係點做嘅咧？首先一樣嘢可以入咗去我哋翻出去啦，喺呢度開個新嘅專案啦，俾個名佢。咁跟住入咗去咧，咁啊〜我會揀 Luna 嘅，或者即係你可以揀 Terra，即係地球啦，咁啊勁啲嘅，即係靚仔啲啦叫。用 Max 之前我用中都係爭啲嘅，用 Max 都係講緊幾蚊雞啊咁剪，唔怕用嘅。同埋呢一度就係入邊嗰個嘅對話啦。我話將入面嘅 dead air 全部刪除，咁入面嘅咁啊、我啊咁樣，咁啊全部刪除，加啲中文字幕黑字黃邊。確定係中文繁體，用咁代替個咁字，因為佢呢個係用咁個咁樣，即係唔係我用開嘅。咁跟住過咗幾分鐘咧，咁但係佢出嚟個字幕咧，佢係有啲亂碼、越南碼。咁我就同佢講啦，你睇下我字幕啦，得唔得？我要加字幕，你再同我做一次。跟住出嚟都係少少。跟住我就轉 model， 即係轉個 Max 啊。我話我係中文繁體喎，點解你出嘅字幕咁特別嘅？唔啱，錯晒。咁跟住佢就思考啦。跟住佢出到，但係佢嗰個嘅字幕咧係一堆嘅。咁跟住我話要跟住我字幕，即係我嘅説話要跟住我字幕。咁啊要一行一行咁顯示，跟住出到靚仔。成件事我諗10分鐘到啦。咁跟住我就叫佢將呢一個打包，跟住做咗一個嘅提示詞。但係呢度都爭啲，因為佢一堆分段啊，唔方便 copy。跟住我就同佢講：你同我做一整個嘅提示詞。佢就同我做咗呢度啦。咁入邊就係俾晒指示佢咁樣，咁呢一個對我嚟講係一路我都期望嘅。其實我試過好多，免費試過，付費又試過。咁但係呢個我會值得付費嘅，因為呢度慳咗我嘅同事嘅人手，而我同事而家就可以做其他嘢啦，幫我去即係做其他唔同嘅工作啊咁樣。咁呢一度大家如果有興趣嘅，不妨試下，尤其是如果你做 YouTube channel 嘅，需要請文員、請 marketer、請 programmer。2026年 AI 做晒。我哋閒閒地請個文員都要萬零蚊，咁一年就10幾萬嘅咯喎，請多幾個一年幾十萬走唔甩。用 AI 1蚊人工都唔使俾，已經好多唔同嘅行業重組緊，唔係教大家工具，係教大家點樣搭建一間一人公司入邊嘅系統。點解學咗咁多 AI 都仲係好似冇收入？因為工具行先同埋系統行先嘅分別。我哋教大家建立嘅係一個系統，一個一人公司入邊需要嘅部門。我哋已經有唔同嘅行業。唔同嘅案例已經認證咗 AI 文員半日做嘅嘢幾分鐘搞掂。 AI marketer 可以幫你出標題、出圖片、出文案，自己 send 晒唔同嘅 social media， 甚至乎落埋廣告。點樣整到靚圖靚海報？ AI programmer 幫你寫 website、寫系統、寫工具。 AI sales 可以幫你揾到精準嘅潛在客戶，例如 email 或者係其他。同一個 AI 用法唔同，結果就唔一樣。觀念一變，市場一片。識用 AI 唔夠，係點樣將佢變咗一個工作流程，變咗一個系統，變做唔同嘅 AI 員工，
去幫你成立一人公司。我哋嘅課程一人公司 2.0 可以將一般所做嘅崗位全部用 AI 同你做晒，你只需要發號施令，AI 就會幫你執行晒所有嘅細節。另外我哋亦都有唔同嘅工具，例如一個自動化嘅 AI Social Media 平台，又或者係724自動對答廣東話嘅一個 chatbot。我哋由5式組成，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去我哋獅子星球就可以睇到啦，連結就喺描述欄嗰度。